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0月初4，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，记载伫哥林多前书9章13节到23节。恁一定知，伫圣殿伫工作的人，对圣殿得到食物；伫祭坛伫献祭的人，分着坛顶会食的物。亲像安尼，主有吩咐，传福音的人应该靠福音生活。毋过我拢毋捌用这个权。我现在写这个话，嘛毋是要争取这款的权。我宁可死，嘛无爱互我所夸口的落空。我传福音并无啥物通夸口，我是奉命在传。我若无传，有在下；我若甘心做这个工，就报赏。我若毋是出于甘愿，嘛着执行上帝交代的任务。安尼，我的报赏是啥物？就是我传福音，互人白白得到。毋过，家己无要享受传福音应该有的权利。我是自由的人，无受人的约束。毋过为着要得到搁较侪的人来信主，我诚做众人的仆人。对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是为着要得到犹太人。虽然我无受摩西律法拘束，较做律法的人，是为着要得到律法的人。对律法外的人，我就做律法外的人，是为着要得到律法外的人。安尼毋是讲我无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其实我是受基督律法约束的人。对信心软弱的人，我诚做软弱，是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。对一款人，我就做迄款人，用逐款方法通加救一寡人。我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，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用正确的心态来款待人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